這是2023年2月台南東區亞東館開庭由邊花園取得英文權展開證件畫畫工程，議會小組嘛高調會刊，當時市府團隊就期待邊花園再次回到台南發展落地生根。就是給邊花園最大的支持，然後讓他們真的在台南真正回歸到他以往在這裡重新的發展，然後再回到這裡落地生根，那也讓台南的整個傳統戲劇可以因為他們的加入。我想台南這整個歌仔戲應該再從台南出發。邊花園經歷波折，回到將近100年前創立的台南，而且閣是將一個舊的亞東館變成外文化基地，號名戲槽。陳勝豪甲陳昭賢這對爸仔囝，除了克服建文老舊空間改造挑戰，嘛真有信心。戲槽藝術館的任務就是傳承推廣，將歌戲登上國際舞台。經過100年時間，我們再度回來了。我們把戲槽定為我們這100年來最重要的一場演出。將來這個地方不只有硬體，大家看到一個舊的舉重館，變成一個活的文化基地。然後呢，這個地方呢，將來不止對歌仔戲的推廣，更重要的歌仔戲的傳承，我們會在這邊。這家的戲槽特別這個大型的歌戲舞台所吸引，邊花園劇團表示，4月18開幕以後，除了運用這個舞台有多元表演藝術，也當看到劇團100年來70幾出戲劇的創作歷程，以及這些歷史文物甲文創基地。希望透過戲槽這個地方，介紹給我們當代的年輕人，甚至小朋友，歌戲是什麼。這個是我們第一個重大的目標，教育目的。我們希望真的向下扎根，然後真的把歌仔戲推廣給更多的台灣觀眾。那第二層呢，我們希望戲槽它是一個跟城市一起呼吸的文創基地。邊花園戲槽藝術館特定4月18、19兩天舉辦開幕活動，一直到5月30號啟動試營運。開幕當天10點到下晡4點有文創市集，有食有飲，還有總團的戲通好看，歡迎大家好康到小報。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。